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查某人若做妈妈，为着囝儿是世，拢会变甲真严硬。台中有一个蔡小姐，有生21礼拜，顶个月甲翁婿到澎湖佚佗，讲半暝常常头痛，半边的机体无力，当地医生评估可能是中风，紧急请求直升机，甲转送高雄的中家病院，结果是大脑这边的动脉脱去。若是用这个镇静麻醉剂，惊会影响到胎儿，所以就局部来麻醉。这个妈妈就安尼，伫清醒的状况下做侵入性的导管的手术，还阁配合着指令，规身躯拢袂当震动。好哩佳在，祖公啊有保庇，手术顺利，母仔囝拢平安。台中一个大巴肚的进前和翁婿去澎湖耍，想到半暝啊，感觉人无爽快。当地医生讲，可能是中风，反正若是用通血路药啊，都可能会落体，或者是拢会有性命危险，所以紧急转去高雄中家病院。左侧的无力，再加上眼睛有一些特别的移动的表现，它有一条血管，本来一开始是塞住的。这个有生5个月妈妈经过检查发现，正脑差不多1/3的所在酸素不够，医疗团队紧安排清血管的手术，手上用麻射药啊，让妈妈先困一下。不过烦恼影响胎儿，所以用局部麻醉再来开刀。有一点点通了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硬把它全部打通，但是维持它有一个很顺畅的血管。为改变的所在插管线伫咧体内等势6个月，过程内底都算真痛，不过为着囡仔，伊坚持就是唔敢叮当。以她没有力气来讲，以26岁的女性，她未来的复健的效果一定会不错。这样子的案例确实是不多，请大家谨记得嘴歪、眼斜、手脚无力、突发状况的时候，尽快的就是求救以及紧急的送医。有妈妈坚持手术嘛做甲真顺利，希望未来爱做真侪复健。不过这段救人的过程，嘛，互大家看到妈妈的严硬和伟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